关起门来，只有我能欺负他。在外头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？试试。小的时候你肯定经常欺负邵峥嵘吧？男孩子嘛，感情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。再说，我和峥嵘小时候，一言不合就打，每次都是我赢。哥哥欺负弟弟，你还特骄傲，每回都是我赢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谁让他是我弟呢？关起门来，只有我能欺负他。在外头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？试试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可以听到峥嵘那么多的往事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。奢侈？我想，我应该是最没有资格听到这些事儿的人。如果你没有资格，还有谁在乎那些陈年往事呢？我一直坚信，这世上是能量守恒的。